小姐，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，大事不好了！哎呀，怎么了？小姐，你怎么一点都不着急？人家马上就要撞门了。身为我们班家的人，切记，任何时候都不要大惊小怪。痴情儿郎，为爱痴狂，为爱痴狂。记住了。开门。千辛苦万辛苦，终于叩开搬家的福。严夫人费心了，送你们一个大礼。不是，耶！知道怎么吼吧？哎，知道知道，大声吼去！哎呀，不得了了，相国夫人晕倒了！不好了，哎呀，严夫人晕倒了！哎呀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再怎么说，她也是相国夫人呢。敢堵我班家的门，相国夫人又如何？哎呀，话是没错，可是严相那个老家伙太难对付了。严夫人要是真死在咱们家门口，我该如何跟皇上交代呀？放他进来。祖父之兵书有云：诱敌深入，遂歼之。哼！想入亲家这门，还真是得费一番心思啊。谁是你亲家？侯爷，莫激动，我们好好谈一谈。谈什么谈？我今日把话说清楚了，不嫁。阮绵绵，送客。走。你什么意思啊你？郡主，稍安勿躁，不如我们一同饮茶，好好考虑考虑。还望严夫人海涵，今天搬家无茶。是我们家今天没水了。侯爷，这是要请相国府吃闭门羹的意思吗？大长公主驾到！大长公主殿下，长公主来了，真华贵呀！这身材也好看老啊！娘，娘，你来了。相国夫人今日是来求亲的，还是来抢亲的？臣妇为子求亲。你可是觉得本宫如今年迈无能，好欺负了？臣妇不敢。还是你觉得今日颜辉权势滔天，这大业没人镇得住你严家了？臣妇有再大的胆子也不敢呀。只是犬子相思成疾，为娘的心痛如绞，一时冒失，望殿下恕罪。但若郡主能嫁入我们严家，我们定不会亏待郡主的。本宫今日明确告诉你，本宫的孙女绝不会嫁到你严家去。殿下，我儿气若游丝，危在旦夕。若殿下不答应，臣妇只能明日与我家老爷以及一众门生，求皇上赐婚。你居然敢威胁我祖母！臣妇不敢，可公主殿下也得给皇上面子吧。这辈子除了先皇和皇上，还未能有谁入得了本宫的眼。贵公子死也好，活也罢，跟我半家没有丝毫关系。识趣的，请你立即从我这里爬出去！小女子不知做了什么孽，才有幸被你们严相府给惦记上。夫人今日这么一闹，气到我祖母。在此，我也把话说清楚了。就算这世上男儿只剩颜真一人，我班花宁可削发为尼，也绝不嫁作严家妇。